根本嘅词汇含讲合法，所有嘅记忆都交俾大家，一下又唔記得部分冇？唔過第二套呢搞過嘅機器，一下就填表提起咧，做唔得按呢，你要知道可能會失掉魚油，魚油，也係講去本先生看咯，可能一下就唔記得起咯，冇相關。唔是看先生，唔是本先生看，一下聽你阿師做阿中國，向下來複習，根本有奈條嘅機器。第二，天氣這麼怎樣怎樣怎樣，天使暗，天使暗，天氣這麼，天使暗後，天使暗後，天氣這麼好，天使暗夜，天使暗夜，來談下南西演講。天使暗夜，天使暗夜，天氣這麼熱，天使暗寒，天使暗寒，天氣這麼冷。第一個機器，老窮樣衣，老窮樣衣，汗一樣痕。下禮拜嘅天使，老下禮拜窮樣衣後。下禮拜嘅天使，老下禮拜窮樣衣後。下星期的天氣和這星期一樣很好。天光日嘅天使，老根本日窮樣衣後。天光日嘅天使，老根本日窮樣衣後。明天的天氣和今天一樣很好。台中嘅天使，老高雄窮樣衣後。台中嘅天使，老高雄窮樣衣後。台中的天氣和高雄一樣很好。第三個機器，真緊，真緊，真的。天當真緊當暗，天當真緊當暗。談下南西演講。天當真緊該暗，天當真緊該暗。天空真的很暗。天橋真緊當江，天橋真緊當江。談下南西演講。天橋真緊該鬧，天橋真緊該鬧。彩虹真的很美。天使真緊當熱，天使真緊當熱。來談下南西演講。天使真緊該熱，天使真緊該熱。天氣真的很熱。哇！今日嘅天使篇就到這位老大家向下分享說了，唔知大家學會嘛？漢白唔係漢白，根本開始要形容天使。等下按補條可能無音無音家下，你就到對老朋友講真緊當暗，好唔好？希望大家教本大家聽出來，學本來學會來漢白老人對話嘅下就用得到，咁樣教過所有客家嘅記得啦，繼續來去你嘅客家苗路學嘅，還有喊得到精彩嘅課程哦！我係圖書中阿中國嘅老大家講，張來了。